咱台视在点台记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现场消息。鸿凯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昨半暝发声明，宣布无要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台北市市长郭文哲本来大家拢认为讲因会进一步合作，今嘛郭台铭讲唔选，郭文哲敢会归去家己出来选？咱做伙来听郭文哲上新的回应。这个2013年哦，我在苹果日报有一篇投诉，你知道，我的存在哦，见证台湾的荒谬。6年后的今天，你知道哈，对台湾今天的政坛，你知道，依旧如此。其实2020总统大选哦，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我要去选，可是哦，蓝绿双方都一直把柯文哲当作假想敌，甚至把它放在这个总统初选的民调来做对比式民调。那今天如果柯文哲说他不选的，请问两党的初选是不是要重办？其实这样啦哦，我个人的主观就认为说哈，刚选完市长，你知道，马上就去投入总统大选，这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应该有的现象。那我也认为说哈，这会影响整个市政的进行。事实上，我在一开始一直很不想去选一个很大理由，就是说，到了今年年底的时候，就台北市政府来讲，我们同时有1万户的公宅正在开工，湾南市场要完工进驻，大龙市场要完工进驻，第一果菜市场跟鱼市场要开工，这加一加，通通加起来就超过200多亿了。所以有很多理由让我们说，这个市政跟总统大选的选举没有办法同时去兼顾了。那我个人也认为了哈，要相信自己的口号，你知道哈，改变台湾从首都开始，改变台湾哦，改变台湾从首都开始，改变台北从文化开始。如果我们在台北可以把它做得很好，政治文化可以改变，也可以用台北当杠杆来影响整个台湾。事实上，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因为我相信我们所在台北的所作所为，不管从财政激励、从双语教育到智慧教学，都一步一步的在去改变整个台湾。所以，另外一个是这样的啊，毕竟我个人从一个素人来当台北市长，我非常清楚了。其实当台北市长的前2年非常的辛苦，因为都搞不清楚状况，你知道吗？一直到第3年、第4年才整个市政比较顺利。其实如果现在就真的是当选也选上了，你知道吗？我相信整个故事要再重演一遍，就是前2年会非常的辛苦的，就是说对整个状况不是能掌握那么好。所以事实上从头到尾，你知道吗？本人对参选2020的总统大选意愿本来就不高，只是说当时在蓝绿的这种初选结果出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非常的焦虑，你知道？我相信这不仅是我了哈，我相信全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普遍的焦虑，就是说，难道我们真的要在草包跟菜包当中做一个选择吗？而且这种蓝绿对决的或是诉诸意识形态的对决，你知道所以要造成你看到现在为止，你知道蓝绿双方的这种总统候选人，他们都很少在谈政见。每天晚上扣文节目在谈的也只是说如何去赢得这个选举。那我觉得说这种只讨论选举的输赢，从来都没有一个候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他当选的话，到底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当这个整个台湾又开始这种陷入统独的泥淖，你知道然后也不谈论这种国家治理。我个人是认为的台湾在现阶段其实要解决的是国家治理这个东西，就是说效率这种务实然后这种注重数字讲究 KPI 这种政治文化，其实才是我们这个时代要建立的。刚好郭台铭他是一个跨国大企业的老板嘛应该是一种危机型的处理人物。所以我当时在想说，那如果又能够在企业界存活下来，总是有一定的实力。我相信这种企业出身的应该受意识形态的包袱会比较低。所以当时这个郭台铭先生表达说他想投入大选，特别是在初选之后，那我们也觉得说，如果有人愿意出来挑战这一局呢，让台湾有一个机会跳脱蓝绿的泥淖，特别要替他取一个口号，台湾重开机。那这应该是我是个人是乐观其成。不过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他的人情世故嘛那郭董作为一个跨国企业的大老板，你知道他考虑的层面一定更复杂了我想他还是有他个人的很多包袱，所以当他决定不选的话，
对我啦哈，也只能表达说尊重，那我也理解。那将来就大家还是会维持合作关系嘛。那在每个人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努力，总是能够对台湾有好处的事情，你知道哈，我们还是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角度继续努力。那既然这一场总统大选，你知道，目前看起来还是会回归到蓝绿对决的局势，你知道哈，那就更凸显我们在国会哈力求3党不过半的这个重要性。目前的执政党哦，在国会也过半了哈，可是我们看到的是执政毫无顾忌，你知道哈，人事胡乱愁庸，你知道哈，特别在这个选前太多这种大傻逼的政策，你知道，在我看起来是完全没有财政纪律的。那这是目前执政跟国会都过半的一个写照。如果民众党可以进入国会成为一个关键少数哈，我想有几个好处的哈。第一，我们在现行的，因为有人在问说为什么我们要阻挡，其实在现行的体制下哈，我们要进军立法院不得不阻挡，特别是不分区立委。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成立政党进军国会，你知道哈，在现行的宪政体制下，这是一个不得不的做法哈。我希望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价值跟理念哈带进国会，知道哈，然后再把它推广跟实践。第二点呢，如果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关键的少数，你知道哈，至少在不同的议题跟不同的政党合作，你知道哈，既可以减少在野党哈无理取闹，你知道哈，纯粹为反对而反对，那也可以避免说哈执政党可以肆无忌惮，你知道哈，我们可以做好更好的监督。那最后是这样，我们在国会的布局还是用影子内阁的概念啦哈，我们会提满34席的不分区立委，你知道哈，能够当选的就进入国会当立法委员，那排在后半段的我们就进入国会当，不管是当办公室主任啦哈，或者是幕僚助理啦，这也是培养下一代的政治人才，所以大概就是以上是我的声明。好，以上宣誓代表您在今天下午5点之前确定不会去领表登记参选。你要不要找一个副总统来跟我搭档？不会。哇，这个太突然了啊！这个我出门的时候还问陈佩琪说，那个登记要多少钱？他说100万，我说你有没有？所以你原本是有意的，是不是？啊。所以你原本是有意的。不是啊，我要找一个年满40岁的。所以觉得自己计划被打乱。不啊，本来我们本来就打算扮演一个胡选的角色嘛。哇，现在这太突然了，这个我跟你们一样 shock 了。所以传1月22号之前跟其他政党谈政党提名吗？哇，那就另外一个故事了。This is another story。这可以问一下，到底郭台铭的动向，您大概什么时候知道？您会有觉得被他突袭，甚至有点被摆烂？我是这样的，我们这一种急重症外科出身的，你知道哈，每天都在处理这种急诊，你知道吗？都是不可确定的，所以我倒不会觉得说什么被偷袭了什么，是还好的。不过比你早知道没有多久。大概是什么时候？表达婉拒大概是什么时候？有跟郭董见面表达婉拒当副手。好啦，这个婉拒当副手是很早以前就讲的。我说如果要当副手，我自己来选就好，因为你当副总统，你选上还是要离开台北市长这个职务嘛。还有一点呢我要很诚实的讲，这个选举还是要花很多钱、很多时间的。我们自己在当台北市长，实际运作实际的这种日常政务操作，就知道这实在是很困难的。所以你昨天有跟郭董见面吗？这个你问这干什么？你说为什么穿头的裤子？所以这样请问一下，所以到底16号您什么时候知道？是郭董亲自跟您表达说他不会参选？这个他有跟我讲了，就这样。那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还是这样的，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决定嘛，因为还是这样的，我都可以理解了，因为每个人有他的人情世故嘛。他有讲原因吗？我们是这样的如果你愿意帮助别人，就何必去追究人家为什么不选？他有跟你讲，那就好了。那市长听他说你婉拒他当副手这件事，是说他决定不参选的一个原因啊？你怎么看？没有啦，事实上我们很客观的分析嘛。第一点就是说，如果我要去当副手，那我自己选就好了，对不对？第二点，我也认为这个票没有增加多了，所以就实务上，或者不管理论上或者实务上，我觉得没有差。郭科配没有比郭科和
增加多少票。对，他昨天确实有来询问您有关当副手这件事。那这很早以前就问过了。之前说郭不选柯选，那是因为来不及准备，所以才不去选。早一个月前讲，我们还可以准备了。现在讲，我还要去找副总统，实在是。所以在上个月的时候，您的确有这个念头。不是啊，如果是郭不选，那我们会比较长的时间考虑嘛。现在这个时间太匆促了，这怎么考虑？那你还有2个月的时间啊，如果是11月22号的话。这样哦，那你要搭档吗？那民众党没有母鸡要怎么选？民众党没有母鸡要怎么推你的立委人选？还是可以啦，只是比较辛苦一点的。还是这个不见得，人家很多过去每个政党在推立委，也不见得每一个都有总统候选人。那这样昨晚到底有没有跟你谈过？郭董昨晚有没有跟你谈过？有吗？昨晚到底有没有跟你谈过？郭董这边？没有啦，这每天蔡壁如还是会把消息带回来嘛。我说知道。但现在就剩下蔡英文、韩国瑜、秀莲。说真的，您还会支持任何人，还是都不会？不过至少我还是去投那个民众党的不分区政党票啊，这我一定要去投。像你刚刚有说，就是未来不排斥再跟郭合作，那是民众党的立委这边，就是双方会一起来补选这个民众党立委吗？还是？那啦，其实这样的哦，只要目标是大家是为台湾好，其实都可以坐下来谈嘛，也不一定。所以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上，以不同的方式来做出对台湾好的事情嘛。这个好了，还有没有事？郭说，郭说他会继续为政治服务。那您又说你们会继续合作，那你们有讨论说你们合作的方向吗？没有啦，这个东西是这样嘛，这个很多东西。你总是给大家沉淀一下，想一下要怎么合作。第一时间您知道，听说你好像有比较不开心的。不会的，这很多嘛，这种我常说我们是急重症外科人。你听谁讲说不开心？为个市政你为他市政，你那个你为了RUMO的规划案好像大发脾气，是不是？我这本来就应该发脾气啊，这个不可以。我讲这公务员常常这样，就是有问题要举手，不可以让。所以分工不合作哈，是目前这个政府组织最大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因为这样，为什么每天找他开晨会？就是说你有问题，大家到晨会上来跨局处讨论。那我们既然有建立一个可以跨局处讨论的机制，你知道，那有问题又不讲，这个当然被 K 啊，这还有什么好讲的？有可能去跟你怎么看所罗门断交？所罗门断交？对，可不可以帮我回一下？你怎么看就是第6个断交国？谢谢。是这样的哦，台湾的存在哦，不需要去别人的证明了啊，我们不需要靠别人的证明来证实自己的存在。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如果很务实的讲呢。以一个很务实的从政人，第一个环境是哇，他省下好多钱。第二点，对台湾的实质存在没有影响，所以我们就是一样，继续往前走，这样就好了。上网都曾经后悔，你觉得所罗门会下一个吗？